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历史帖第2章第1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12章20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兴起还是败落。昨咱有讲到祈祷，祈祷必须要有信心，信心就需要去学习顺服。那像耶稣基督捌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同款，遐个靠家己的人检测伊的兴起，但是暂时的得胜，到落尾就是会败落来沉沦。基督徒的祈祷无应该将上帝当作车赛来采用。若亲像咱的祈祷，上帝就爱乖乖照咱所祈祷的来实现同款。改成安尼才会当证明伊是上帝。也捌听过真侪人做见证的时阵安尼讲：上帝求你，就爱安怎。你若安怎的时阵，我就要因为安尼相信你就是上帝。对伫安尼见证的兄弟，无须会用阿免来认同，但是上时也会为着因来祈祷，因为万一上帝若无照因的祈祷回应的时阵，是毋是因犹原会阁维持同款的信心，是值得烦恼的。兴起还是败落，照讲拢是伫上帝的手中啦吼。因为伫咱的信仰甲咱讲，伊才是咱的上帝。真侪人真想要用家己的方式来解决所拄着的困境，但是无拄会当来成功啦吼。甚至因为家己出手会遭受更较大的灾难嘛，无一定。亚伯拉罕伊捌安尼，大卫王嘛是安尼过。摩西也捌有因为家己的脾气来回应以色列人甲上帝。扫罗王用伊家己的认知来向上帝献祭。犹太基督徒包括以前的扫罗，伊拢自认为家己代表着上帝。前主日牧师提醒兄弟姊妹，这个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，伊咧讲顺利的旨意的时阵，并不是伫伊上受欢迎的时，乃是伊伫面对死亡威胁的时阵。咱去看另外一个故事的记载。当路德伊的大家告别讲，毋通随我无对你去，你往倒位去，我嘛要往倒位去；你住伫倒位，我嘛要对你踮伫遐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上帝啦吼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；你葬伫倒位，除非死，也会通将你甲我三离，若无也我重来刑罚伫我。咱若真去看这个路德记第1章的记载，路德安尼告别，并毋是因为伊的大家拿俄米真富有，伊的生活真富裕。伫迄个顺境的中间，事实上因什么货都无，也无先生，只有上帝。这个时阵，咱千万爱会记得，需要全心全意来倚靠上帝，因为这就是信心的考验。明仔载会怎样？事实上无人会当知，只有上帝知影。会通专心倚靠上帝的人，才会通得救。愿意谦卑顺服军队上帝的人，
才会当进入伫迄个应运内底，才会当被兴起。这是已经真清楚的代志吼。咱也看到《使徒行传》12章的记载，迄个王太师雅各，照圣经的记载，雅各是第一位顺道的使徒。伊将彼得关落监，好那亲像显出伊是上有大权柄的人。当然，对地面上来讲嘛，的确是啦吼。因为伊是分封的王，伊是统治迄个地区上权威的一个人。但是咱想看觅啊，如果一个人若无性命，伊阁有才调做啥物呢？咱若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7节到11节，记载上帝的使者彼得，互彼得来即个出感觉的代志。伊通过第一道的所在，通过第2站的监牢，佮甚至到落尾，伊出去到大门口的时阵，拢无有人来顾伊，然后伊就会通来得到逃放。这咱伫经文中间看见的吼，咱真看到彼得伊嘛安尼告别讲，当我现在真正知影，上帝吼就是伊会救助一切，即个使者来救伊。圣经的记载，咱看见伊即个受到天使的救赎，伊安尼真自然就出来啊。所以上帝所赐的使者，互伊来脱离希律的手，甲犹太百姓所仰望的共款。希律王却伫即个王位顶悬，穿着王服，伫遐来教示百姓的时阵，却去互上帝的手机来甲伊拍倒。因为众人讲，这毋是普通人的声，这是上帝的声。所以上帝的使者就即时来拍希律，互伊失去性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伊阻挡上帝的道，拒绝听探上帝的声音。伊坚持固执行伊家己的想法旨意，因此被上帝来拍来败落。然后巴拿巴甲扫罗就完成任务，离开耶路撒冷去。因带着叫做约翰的马可做伙行，也开始因后一个宣告的行程。上帝的福音就又搁被兴起。咱也看到昨甲今仔日的记载意思帖，看到前皇后甲今仔日记载的即个属位的王后的差别。前个王后伊看伊家己真悬，伊不但毋是相信上帝的人，伊阁无甲即个国王亚哈随罗王看在眼内，然后就被废掉。但是另外一个受掠意识的人，却伫即个时阵有上帝呼应的机会。亚哈随罗王伊就竞选末底改来做官，来帮衬伊。受到末底改嘛受到即个王室的太监的陷害，想要互伊甲以色列人拢总消灭。但是后来因为因恳求上帝，也互即个以色列的即个少女以斯帖成做王后。然后救着全国
以色列人的命，因为因祈祷上帝。然后，迄位为着私利的太监就被处死，伊就败落。我靠上帝祈祷上帝的人，伫这个困难的中间，也受到上帝的救恩被兴起。我想这个故事帮助咱来思考，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基督徒要爱安怎来做。